超过1架次的经典金光戏《火烧红莲寺》，对民国时代初期的小说家平江不小心所写的江湖奇劫传改编做歌戏演出，描写昆仑吴明两派甲空洞派正邪之间的斗争，丰富的机关甲灯光设计，加上真水湖景甲火烧景，精彩变景受观众喜爱。由人间国宝廖庆基老师带领制作，挑战古戏新造，结合现代科技，搁再呈现奇幻武侠大戏。宝岛大舞台，火烧红莲寺。